好，我哋而家睇第四題啦。咁第四題呢，就係一個等差數列嘅應用。咁我哋首先解咗 A 問先啦。咁佢求一個 A_n 嘅通項公式。咁我哋首先解咗呢個先啦，即係 A1 加 A2 加 A3等於0。咁我哋呢 A1 加 A3呢，就係 2A2。咁所以呢，即係 3A2等於0啦。咁我哋解到第一個 A2等於0。好，咁第二條式呢，就係 A1 加 A2 加 A3 加 A4 加 A5等於5，等於5。好，咁呢 A1 加 A5 係 2A3 啊嘛，A2 加 A4 呢都係 2A3。咁所以我哋加埋呢，即係有 5A3 等於5。咁呢 A3 就等於1啦。咁我哋解翻個公差啦，即係我哋用A3 減 A2等於 D， 即係 D 等於1啦。咁呢 A1 呢就會等於 A2 減 D， 咁即係0減1呢就等於-1。咁所以呢，通項公式呢就係 A_n 等於 A1 加 cos減1嘅 D。A1 係-1啦，n 我哋唔知，D 呢就係1。咁所以我哋解翻好佢咧，即係-1加 n 減1啦，n 減2。咁我哋得出 A 問第一個嘅通項公式啦。咁而家講埋 B 小問啦。咁 B 問呢就係求一個前 n 項喎。咁我哋呢就首先睇咗呢個先。咁呢 A_n 加3其實我哋都可以寫成，即係我哋上面睇咗啦。A_n 呢係等於 n 減1嘛，即係 n 減2加3呢，咁其實就係 n 加1。咁 A_n 加4呢，即係等於 n 減2加4，即係等於 n 加2啦。咁所以呢，其實我哋可以寫成 B_n 呢係等於 n 加1乘呢個 n 加2。咁咧同樣地呢，佢都等於 n 加1分之一再減 n 加2嘅。咁可能呢唔知點解佢會變成咁樣，但係其實佢係你可以用翻部分分析嘅方法去解翻呢個啦。但係呢，佢屬於一個比較特定嘅公式，其實背咗就可以噶啦。咁呢個，咁我哋就可以解呢個啦。咁我哋就寫，所以呢 B1 加 B2 加 B3 加到 Bn 呢，咁就係我哋要求一個前 n 項喎嘛。咁我哋就寫啦。咁呢，即係等於1/2減1/3啦，再加1/3減1/4加1/4減1/5啦，再加1/5減1/6啦，咁一直加到去 n 項嗰度，咁即係 n 加1減 n 加2啦。好，咁我哋呢就開始化簡啦。咁就可以睇到呢，咁佢哋都可以對消晒嘅喎，即係我哋一個減一個加一個減啦。咁呢，一直減到落去嘅時候，會發現其實最後呢個位呢係都會弱咗嘅。所以我哋嘅答案呢，剩翻1/2減n 加1/2。咁我哋通翻項呢，就會等於2n 加4啦，n 加2減2，咁答案呢就等於 n over 2n 加2啦。